来看新竹开12亿去翻新的新竹市立棒球场，正式启用了后，却互人发现讲有真大问题。连续2天比赛造成3名球员受伤，也佫有这个球场部分的公共设施也出问题。新竹市政府除了赶紧来宣布讲比赛暂停以外，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当面会实咧，也讲会来改善一个问题，也会组成着小组要来进行解释。新竹棒球场日日重新举办职业棒球比赛，原本小连续3天有比赛，因为手队出问题，前2天就有3个球员受伤，而且比赛紧急喊停，佮改质疑开12亿经费重返的球场是安怎会安呢？25号市府出面对外说明，新竹市政府团队责无旁贷，必须负起责任。发现缺失就来改正。新竹市立棒球场在108年和施工厂商完成签约，109年和龙来球场公司签约，因为赶工造成球场养护工程细节的不足。对此，是否要再次向球迷朋友、向球员们致歉？针对球场的缺点，市府讲刷落来改善工课，会找营造公司、球团做伙讨论，一定会对球迷、参球员负责任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草皮跟沙的之间的养护不足的原因造成的。这个改善的方式呢，也唯有时间能做最好的改善，所以我们后续会在这3到6个月内会做定期的草皮养护。新竹市议会今天就会有几位议员同仁跟我共同提案，成立跨党派的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，未来会加强督促棒球场的安全设施改善，共同保障球员与球迷的权益。这拄重返启用，就造成球员受伤，公共设施有真侪缺点。若球员无法度放心比赛，毛球迷质疑。新竹市议会提案成立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，表示会要求市府针对缺失尽快改善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